45年前嘅今日，一個政策宣布，數千人嘅命運喺72小時內被改寫。嗰日，港英政府宣布取消實施咗6年嘅抵壘政策。簡單嚟講，就係只要你能從邊境偷渡到市區，成功登記，你就能夠獲得香港居留權。聽起上嚟好荒謬，但係喺嗰個年代就係現實。因此每日數百人冒住生命危險避開水警、陸警嘅追捕，只係為咗抵達嗰條終點線。6年間，香港人口從400萬暴增到500萬，港英政府終於承受唔住啦。1980年10月23日，政府俾咗最後3日寬限期。3日之內你仲能到香港身份證，否則3日之後即捕即解，一律遣返。結果金鐘道嘅辦事處擠滿咗人潮，有人通宵排隊，有人抱住 BB， 有人眼神焦慮，希望把握最後嘅機會。今日我哋認識嘅視帝夏宇，曾經嘅工運領袖劉千石，文化出版界嘅倪匡林行止，都係嗰個年代嘅偷渡者。佢哋嘅故事成為咗香港移民史最複雜嘅一頁，3日就改寫一生。你能夠想象嗰種感覺嗎？